中部嘛是个落大水雨，伫中华森林园林哦，各分行是有山坡放弃哦。虽然是讲无马上有威胁，也毋过民众嘛拢先疏开咯。另外，伫台中大溪风景区有14条步道，有真侪所在土质啊拢松软，市政府嘛通告讲全线先封起来咯。怪手把吊索啊，甲5号受灾居民的奥多摆为放弃的所在吊出去外口会当通行。中部雨就无休困，中华园林乌水巷车山发生车路放弃，山坡顶悬一个正新护林头前的边坡是规片拢出去，而且放弃的所在边仔都是建筑物。公所已经安排细黄的厝主一口罩3个人去社区活动中心安置，后续会做临时的动土设施。他之前是好好的啊，也不知道啊，为什么突然间整个都崩塌了？人为安全考量，所以先撤离。那因为陆续雨还在下哈，这个边坡可能暂时还不能动，以维持它的稳定性。那后置我们会用太空包先把它挡起来，然后加覆盖那个帆布。遐若分园大中路这间民家厝，初一厝头前的车路放弃，而且连日着大雨，边仔大路的必顺是搁较深，放落的范围嘛扩大。住户已经先撤离，村长真烦恼，搁走来巡，希望官府赶紧抢修。因为来，伊这间仔这内底拢掏空去啊嘛。伊即摆迄边的厝，你啊看迄边厝，家迄边拢掏空啊，迄边厝干，足危险的啦。防范。看相关单位安那先来做紧急处理啊。系啊。啊，遮民众搁先搁倒来遮嘛？无。台中大溪风景区14条步道，因为落大水雨出现真侪大的灾情，市府7月31公告全线封起来。不过有民众要是硬走入去，有的是看到封锁线就洗翻头。自由运动到就好了，反正也是来这边走走路、散散步这样子。但是不能再进去。嘿，对，可能要再走到里面去，可能会有一些困难的样子吧。公告将大坑14条步道全线封闭，欲请市民近期暂勿前往大坑山区登山活动，以确保人身安全。台中市管理局强调讲，修复步道牵涉几个机关，抢通甲中建需要时间，最近唔通去爬山，因为灾害并唔是伫风台天发生的，民众若硬走入去并无法则，会派人加强巡视甲劝导，呼吁民众都要遵守管制措施，确保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